若即届崩山湖1楼的灾情，到底有法度提早来避免无？内政部前部长，当时嘛是水利专家李鸿源，讲2礼拜前，现任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有打电话予伊，委托伊来监测到崩山湖的状况，嘛提前来疏散到7、8千人。李鸿源讲，加在有预防性来撤离，也若无伤亡的人数恐惊会搁较侪。李鸿源嘛来表示，讲即摆要甲霸体来爆破，也则是引流难度拢真悬。目前会当做的，就是评估甲疏散，甲即个伤害降到上低。马地安溪崩山湖溢流了后的第3天，即马阁有2300万吨的欠水量，就算雨有较细，不过水源头同款维持红色警戒。消防署特殊队、空勤总队继续出动乌兴直升机，沿花莲溪口飞去崩山湖的所在做空中救援。这一边在前，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认为，若是无提早警觉，后果恐惊得真惨。大概在2个多礼拜前吧，那个内政部的刘部长打给我。那内政部就根据我们的图资疏散了7、8千个人，还好有做这样的研究，有做这样的疏散，不然人命伤亡恐怕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很多。身为水利专家的李鸿源呼吁周边灾民紧疏散，因为最近1礼拜内回到工园的风险嘛是真悬。就算已经预防性撤离，灾害嘛是发生。敢讲无其他方法会当提早预防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评估它什么时候会溢流，溢流以后那个洪峰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，然后做疏散。这是当下我剩下2个礼拜，1个多礼拜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外界真发现，现在无心破坏霸体的结果，采用爆破乌角架方式，或者是加水引流减少欠水量。农业部林保署长彭亚平就来解说歹做关心。因为这里位处偏远山区，没有路可以到，必须仰赖空勤直升机才能安装水位监测仪器。先莫讲飞过去的难度，就算直升机会当飞到飞，停伫咧霸体顶面，飞轮机的链仔卖掉伫咧烂土内底，因为强落雨土石干水，人敢若是要踮伫咧遐，就拢有危险性。加上有可能地动流大雨，周边嘛有可能继续崩土石，会当避免灾情损坏唯一办法，就是继续监测，提高警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